隨便吧。哎，对了，我今天是有正事，林總說今天要加班，就你们2个，好像要单独跟你談一下那個方案的事情。沒有了，那你別鬱悶啊，我會陪着你的。行了，出去吧啊。那些爸爸肯定在計算你進來多長時間了。好了好了，那我不打擾你工作了啊，大天才。孫林。我有事想找你商量一下，你方便過來嗎？我現在手頭工作還沒做完，做完工作以後再說，好嗎？忙完了一定給你打電話。我的員工正等着我呢。那好吧，我等你。行，不跟你說了。来，接着說。這一部分都 OK 了，現在就是執行方面，你看還有什麼要補充嗎？這所有的策劃案呢，我都看了，我覺得非常完美，執行就行了。但是有一點我有點擔心，林總，我來公司沒幾天，這我說話好使嗎？誰說不好使了？我會讓所有的部門全力的配合你。還有一點，你別忘了，我是這個公司的老闆，我挺你，你有什麼可擔心的？有您這句話，我就放手去幹了。你就放手的幹。林總，這麼晚了，怎麼還在加班呀？要不然您就早點回去休息唄。你是擔心我嗎？你是擔心他吧？